今次去嘅係一間喺香港島嘅茶餐廳，雖然喺鬧市同打卡點附近，但呢間絕對唔係一間網紅茶餐廳，而係非常 local 嘅。入面消費嘅基本都係老香港、地盤工呢啲街坊，仲有好多阿伯阿婆過嚟食晏。按普通人嘅食量，點一個碟頭飯60港紙就夠飽。第一次嚟試，叫咗沙頂牛肉飯同咖喱海鮮飯。每個飯仲免費送一碗老火靚湯同一杯飲品，飲品可以揀奶茶、咖啡、檸檬茶，牌仔寫住凍飲要加錢，但最後埋單嗰陣都冇加收。當日嘅老火靚湯係粉腳豬骨湯，料好足，味道又夠濃。至於飲品嘅話，總體嚟講都算勉強合格，中等水準啦。沙頂牛肉飯嘅鑊氣超夠，整間鋪炒到油煙彌漫到食飯區。抽風系統可以話係呢度唯一嘅缺點，牛肉好滑嫩，洋蔥又夠香。另外個咖喱海鮮飯就一般般啦，個人唔建議喺呢度食海鮮飯，呢個價錢根本食唔到蝦同蟹，入面淨係得啲麵粉蟹柳。呢間茶餐廳每日都會有小炒寫喺黑板度，下次嚟可以試下佢哋嘅小炒。